王立强，向法庭陈述你的出生日期、民族、出生地、文化程度、职业和住址。1993年4月18号，住福建省黄岐县3的057号。文化程度，在读本科。汉族是吧？出生地？出生地光德。光德。王立强，你以前是否受过法律处分？没有。这是因为犯什么罪？告诉和辩解。什么时候？本院认为，被告人王立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事实，隐瞒真相，骗取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2万元，数额巨大。其行为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66条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172条的规定，提起公诉，请依法判处。此致光泽县人民法院。本案公诉宣读完。王立强，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，你听清楚没有？听清楚。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王立强，你现在可以坐下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193条、第113条的规定，在法庭辩论终结后，被告人有做最后陈述的权利。王立强起立。现在有做最后陈述。今日审判员，本人那个法律意识淡薄所以造成今天这个结果，希望恳请贵法院从轻处罚，判处被告人王立强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，缓刑1年6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。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，罚金在本判决后10日内生效后10日内缴纳。请坐下。王立强，你听清楚没有？你对判决有什么意见？没有。本判决将在庭后5日内送达，现在闭庭。